子，所以白羊天主要做什么事？看一下，正子就是正业，就是正事。好，所以各位学姐，我们要去肯定自己，先定位自己的身份，因为我们既然是白羊座的一份子，我们就是白羊天，就是这一边那个白羊无限公司的里面的职员，那就是天，因为要来做事的，要做事的哈，做出当天的事情，所以叫正业，叫做正事。好，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叫与生俱来，因为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做示范，代表我们已经结了很多的善因缘，累积修了很多的善因缘，我们才能够今天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因缘，让我们可以怎样参与，好，让自己成为天，然后来做他们的事情。各位学姐，这样你会觉得自己是真的是难能可贵，有这个肉体，有这个肉体可以来修道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再回想一下啊，回想一下也许小时候的记忆还有一点点记忆，那个过程一直到现在，有没有觉得说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？就像你求道的时候到现在这段时间，你觉得就这样过去了。回想一下说，那时候好像还是怎么样，会有一些过去的记忆存在。好，所以说等于说我们时间过了，还可以去追溯回来吗？一朵比如说一朵花可能已经在树上掉下来了，它还会再回到树上吗？不可能。我们常常在举例的水流过去了，它还会倒回来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或者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有得到的机缘，我们要好好把握，因为你一旦你不把握，机会流失过去，时间过去了，它又可能再回过头来。好，就像我们常常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观山落日有没有？落日啊，还有阿里山日出，很漂亮的美景有没有？大家都会抢着要去看那个什么日出，然后那个三更半夜就去，就在那等那个太阳出来那一刹那。好，大家就追求那些很漂亮的东西，可是它那种漂亮是怎样？就是一下子而已，按一下就过去了。好，跟我们会学听众一样，我们修道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把那个机会机缘那个放弃，那就这样过了还会再回来吗？不会回来。我们常常讲说，人生是怎样？人生是叫做无常。各位学姐，人生无常。有人说，你们修道人就是这么的悲观。常常在讲人生无常，人生是苦场，有人这么讲。那各位学姐，人生真的是无常。为什么叫无常？无常知道意思吗？为什么叫无常？无常就是让你根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莫名其妙就无常就发生了。我们看这个，如果看电视新闻报道，看这些新闻，每天每个地方世界各国每一个地方，也许在我们周遭很多的劫难也好，种种的那些是无常，那些无常是谁的无常？是别人的无常，不是我们的无常。因为我们现在看电视在看别人的无常，那我就很高兴。我们有一天自己会不会碰到无常？会不会碰到？真的会碰到不是我们悲观，我们只是去了解说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的一些过程，无常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常，所以人家才会说人生是苦嘛，生老病死什么都算那所以说就有一则笑话，就是笑话跟然后那个不可考，说出来跟大家分享。我之前不是在国外那边不是有大海啸吗？大海啸它是一个那个什么旅游胜地，大家都在海边那边，然后我们开始跟着玩啊，沙滩上玩，然后突然间大海来怎样？整个像那个大海那个什么海啸，那个很恐怖，又有影，后来有看到影片，很恐怖的。本来是大家很开心在那边玩，结果怎样海啸来了怎样？它就不见了，连尸体都找不到了，因为在大海都找不到了。那有一个那个灵魂到了地狱。那个阎王就问他说：“你怎么从这里来？你怎么来这里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各位学姐，知道你要讲的意思吗？他说他也不知道。当你在玩的时候，那个阿弥陀讲那个你的阿弥，大海啸来的时候，他就很开心在我马上说，就不见了，生命就这样子瞬
无常就是让我们不知不觉碰到了。那在我们还没有碰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让它后面那个过程，我们人生的过程，我们要去让它过得非常充实，非常有内涵。那当你每个都有无常，一定会的，因为我们有开始就有什么结束，一定这是人生必经过程哈，一定会有结束。那当你碰到无常，也许就这么结束了。可是当我们碰到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要怎样？心里面这个时候会有两种状况。第一个状况就是说，妹子就会叹气啊，碰到无常一定说好啊，妹在哪去的？妹在哪来安怎安怎啊？如果身体病啊，妹在哪？唔好伤他自己的身体，妹都是在，那我是妹在造反啊，妹在哪安怎，我给他讲他们呀，所以前提自己在讲人的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状况啊，妹在。妹在那边的，那个妹在啊，买那个妹在那边的，其实已经买不到了，那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？当你碰到无常，你心里要怎样？单一，喝感的，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心情啊。妹在感受感的，造茶喝水，有没有差很多？喝感在我喝感在我喝感在我喝感的，所以喝感妹在让你心里做方式一个人悲在里面，然后掉入地狱里面的心情啊。喝感那是听见，喝感在我那种心情真的差很多，因为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的那个果，所以你把它打开，我们每一个天选大手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。我们碰到无常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非常感恩的，然后喝感，希望到时候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喝感，然后好像不太想要一个悲哀嘛，想要悲哀，然后来真的是要喝感在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技工老师就跟我们讲啊，无情的岁月啊，无心的光阴，既无法用，无能挽留。好，所以说形形色色的东西啊，时间过了，世界上的形形色色东西能够去留恋吗？能够去追求吗？我们现在是在家修道，我们基本上的那个生存，比如说就是要上班、要工作、有家庭、有事业。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的，因为我们是在家修道，我们不是像以前说，你就是一个人进去那个寺庙里面去深山古洞里面修道，都不用什么，都不用家庭那个都的计较没有，但是因为我们讲人道要圆满，所以你必须工作，你必须有你的事业、家庭要兼顾，可是不要去过分的留恋，不要用太多的时间去追求这些东西。好，所以我们最后才会的小朋友说，叫我们怎样一起勾搭到，来到一种慢慢体验生活，一起勾搭到按来勾搭，做不到，按起来勾，有种休息时间的意思啊，休息家的时候，出来过来走，本来很重，才刚得到那个心灵上的粮食，好，那一看你物质上的粮食嘛，没得到物质上的粮食，那我们的自信佛祖要的什么？的样子哈，所以在这边呢，然后就分享这个故事吧。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很有含义的人生。什么叫含义？就是这个故事或许觉得很有启发性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。就是有一间寺庙里面呢，有40个法师，好，这40个法师他们在禅堂里面闭关，然后非常的安静哦。那里面有一个守关的老禅师，好，他心里面就想说，心里面他很清楚的知道说，参加这次闭关的40位法师呢，他们已经到了最后一关，已经收到了最后一关，叫做就是要去破生死关。那这个生死关就叫做情欲关。当你情欲不断，你的生死就没办法了，就是还有执着那些形形相上的东西，好，形形相上的东西，好，那这个老禅师就在心里面默默的祈祷，他希望今天的世
要顺利过关，越过了这关，他们就要 CEO 跟